将会全部说的，各种制度的我本地的差类学的，是你每个段在谈不得。每个段在你别拿了，地主地难了，泡沫的日龙线的出路，全国的提人数也不帮起来。平民能够集体公平，你们下图别的，现在做地主的每个段在你不得。每个段在什么的，让最配备缺的人说给的些吧。加拿兄弟都做些的CG我了，伢们伢不的，明伢公平的，伢不数据些的，现在做地主的每个段在什么的，每个段在什么的，俺最配给个的。加拿兄弟讨那个马大大松讨那真多些不的，所以说少了土边边那个让在他最些的，现在做地主的每个段在什么的。他现在做地主的每个段在西下个讨那个两还是过的，但不得吃不起的贵的。现在给吃不起的贵拿了，没西跑就谁先我贵的。刚过过去的，爸爸过去的，许多来过的，迷茫群众前面给dun就前面的，这边个老百姓们是第一人了。现在做地主给吃不起的来过，手前不白白的，就在那些呢。加拿大兄弟地主的，明了了，千万做不那些个，当初全部写的是给地主的。但是咱们说那个是在从中国你千万用这些呢，那么只有工具呢，要挑些些呢，感觉军队所以呢，加拿大兄弟刚说了，当初全部这个要大些呢，学校去找你的没。加拿大兄弟推的就是对的给代表些搞不，加拿大兄弟 propaganda paper white paper， 我这人边拿了，现在很多给提出的，几个人都给提出的。Tibetan Youth Congress i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是的，但这个团呢，给民党的怎么做那些个，当初全部写的是，你也别去查了，然后说美国的当那些个 Europe 卡的拿了，比如芒果鸡，结个岁给米线那么些呢，比如拿了年前当那个了便宜，民用我就有的，可能不是跟你过那的。加拿大兄弟了，visa 学不够了，通钱学不够了，加拿大兄弟给提拔卡当个多些呢。假如我们现在提拔卡的有，比如说现在做地主个聪明人的面试呢，加拿大兄弟提拔当地有的。